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9。罗马书14章8节安尼讲：咱若活，是为着主的活；若死，嘛是为着主来死。所以，无论活也是死，咱拢是属主的人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为主活，为主来死，做属主的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主上帝，创造天地、掌管生命的主宰。主啊！愿敬畏你的圣名，尊重你的权能甲智慧。主啊！你伫万有之上，你的旨意永远建立。阮的生命、气息、动作，拢在伫你的手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赐下耶稣基督来拯救阮。主啊！愿阮的一生，成做你荣耀的见证，互人对阮的生活、言语、爱心来看见你的主权甲稳定。主啊！愿阮的生命全然属于你，因为阮若活，是为着主的活；若死，嘛是为着主来死。所以，阮无论活也是死，阮拢是属于主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